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请大家闭目心来敬拜上帝，请奏乐。什么人敬畏耶和华？耶和华要指示伊所行的路，伊的心神要得到安息，伊的后裔要承接土地。请大家三甲来吟圣诗第179首，荣光归伫圣地上帝，荣光归伫圣地上帝，荣光归圣子上帝，荣光归伫圣神上帝，荣光归三位体。荣光上帝，荣光主到万万世。请大家起立来吟来首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4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内受苦，定是第4摆从地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，甲一日全能的上帝大平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大家献开启应文第45篇，启应文第45篇伫圣诗后面的1081页，咱大家来交托上帝的话。启应文第45篇，至圣者问：另有甚物人亲像我？有甚物人通甲我比？
恁夜目看天，什么人创造这个天？是上主。伊调集万分，算因的数额，伊一个一个念因的名，因为伊有大气力，有大宽联。无一个无来。雅各啊，你是安怎？阮叹讲。上主无看到我的困境。以色列啊，你是安怎埋怨讲？上帝无关心我的所愿。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？你敢毋捌听见伊是全地的创造主？伊袂夜，嘛袂生。伊的地位无法度了解。野生的人，伊互因有怨气。软正的人，伊甲因白天quỷ来。少年人拢会野生。勇壮的人嘛会跋倒。毋不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平安。因会亲像鹰鸟天翅飞悬。因行袂使了袂使。请大家下头来祈祷。一切愿祈祷的上主，感谢你用你的话创造万物，感谢你将你所创造的一切拢看做是好，感谢你照你的形象创造阮人类，感谢你为着要救你的子民，无惜你独生圣囝，差派伊到世间，互伊甲阮同款经历世间，最后为着替赎阮的罪过，受定死伫十字架顶。伫基督耶稣受定死前，伊愿为着阮这个时时刻刻受罪引诱的软弱肢体，求上主你差派圣神成做阮的宝贵师，带伫阮内面，提醒阮以你的话做准绳。愿软弱的时，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替阮祈祷。伊对阮的疼遮尔长、阔、悬、深，愿袂永远感谢而你。主啊，阮活伫即世间，有时拄着艰苦烦恼，逼到阮的心混乱，犹豫上主已经铁杀阮，无甲阮同在。求主帮助阮，坚固阮的信心，互阮无阁犹豫，会记哩你所赏赐阮的逐项恩典。伫阮走投无路的时，阮的心通记哩，阮也有疼阮的主，互阮通靠赖，互阮通活转归向你。就将阮所有的代志交代你，就我靠你，伊的确要互你食。万款灵的主啊，阮的兄弟就是因为工作，就是因为身体欠安，伊到今仔日无法度甲阮伫圣殿敬拜你。求你圣神甲因同在，互因感受到你所赏赐的平安。也求你帮助阮西湖教会，会当成做你疼的器具，将阮所领受的疼。通报互更较侪人知，也求你保守阮众人类，会当安然度过即届肺炎病毒的攻击。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今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是 Remember Me。想想的亮光。
下面咱要恭受上帝的话，今仔日圣经记载伫旧约路德记第1章第1节到18节，和合本伫旧约的第329页，台语汉字本伫旧约的287页，现代中文译本伫旧约的306页。显着我来读。当士师办正事的时，迄个地拄着饥荒，伫犹大隔离前，有一个人甲因的某2个囝出外去摩押地，迄人名叫以利，伊的某名叫拿俄米，伊2个囝名马伦、以连，拢是犹大隔离前的以法他人。因到摩押地，就伫遐徛起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死，放伊甲2个囝，2个囝娶摩押的查某囝做某，一个名叫俄尼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踮伫遐约10年。马伦甲以连2人也死，剩一个妇人人无丈夫也无囝，伊就甲2个媳妇起来，要对摩押地倒去。因为伊伫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伊的百姓，手续因女娘，伊就对伊徛起的所在出去。2个媳妇家己去，因行路要转去犹大地。拿俄米甲2个媳妇讲：“恁去啊，大家转去老母的厝，愿耶和华搁款待恁，亲像恁款待已经死的人甲我一样。愿耶和华赏赐恁逐人伫丈夫的家得着平安。”就甲因进厝，因就出声啼哭，甲伊讲：“啊，阮要甲你三角倒去你的百姓遐。”拿俄米讲：“我的查某囝啊，倒去啊，啥事要甲我去啊？我还会怀胎生囝做恁的丈夫吗？我的查某囝啊，倒去啊，去啊！我已经年老，袂阁有丈夫。我若讲我还有希望，我今年若有丈夫，也会生囝，恁敢会听候伊大汉吗？恁敢会家己守无嫁人吗？我的查某囝啊，无去安尼，我为着恁真在忧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并搁出声哭。俄尼巴甲大家进厝。陆陆续续甲伊放落去，伊讲：“看啊，你的同婿已经倒去伊的百姓、伊的上帝遐，你也着缀你的同婿转去。”路德讲：“无去靠我离开你，转去无缀你，因为你去遐，我也要去遐；你歇伫遐，我也要歇遐。你的百姓要做我的百姓，你的上帝要做我的上帝。你死伫遐，我也死伫遐，埋葬伫遐。除此以外，若有啥物互你我相离，愿耶和华加伊责罚我。伊看见伊决意要甲伊去，就无搁对伊讲起。今日上帝要透过牧师传讲的信息是：当啥物拢无的时，请牧师。伫分享进前，我要请兄弟姊妹同齐为着舍利者甲因先生2个人来祈祷。因今日本来是想要来的，总是因为身体无爽快，所以2个人拢无法度来到咱的中间，同齐领圣餐，还佫有敬拜上帝。咱伫领受上帝有话进前，先用彼此相听，伫上帝面头前纪念因为代祷，做香香的祭。咱同齐压头来祈祷。
宝贝上帝，今仔日，阮伫你的面头前献上纪念的祭，伫领受你的话语进前，阮会记恁进前你所甲阮讲的、所交代的，就爱彼此相听。阮的兄弟姊妹，人艰苦伫厝，无法度来到遮同齐敬拜，阮的心为着因来献上代祷，恳求你的神甲因伫地，互因的身体会当勇行起来，互阮的心会当得到欢喜甲平安。因为是对你遐的教示，是你的旨意，阮安尼守知影，你所讲的话，阮拢有听到，阮也安尼做。今仔日，阮犹原要继续听你所交代的，阮嘛要犹原安尼来行。恳求圣神帮助阮，互阮听了明白，有气力去行。做你欢喜的囝儿，阮同心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当啥物拢无的时，是伫路德这个记载的故事内面，第一章互咱看见。当这个家庭本来是对伯利恒出来去到摩押的地，是因为迄个所在无美牛通食，拄着饥荒，所以因来到摩押的地来敲找会当互巴肚得着饱，会当生活的美牛。对一个上帝所赏赐互因的地，伫遐拄着无通饱足的时，因去到另外一个所在，毋是因的故乡，因离开因的故乡，去到别人的故乡，去到别人的地，食别人的美牛。纵是因知拢总的美牛是对耶和华上帝所赏赐的，因为耶和华上帝创造万物，嘛眷顾所有伊所创造伊的囝儿。摩押这个地，伫普通时是无会去想要去的所在，因为诚做一个人认为迄个是无好的所在，无清气的所在。总是想要有得到食饱的美牛的时，就去想到上帝也眷顾遐的人。人认为无清气的所在，无要家己交插的人，上帝犹原照顾，犹原赏赐美牛。透过安尼的无，透过美牛的无，因甲因本来无想要去的所在的人斗阵，伫遐住10年。10年，亲爱兄姐，你伫一个所在住超过10年啊吗？这个所在对你来讲，遮个厝边对你来讲，是一家人，也是只是住伫遮，伫边仔的人。安尼大个时间，看起来敢若已经无机会搁转去本来的故乡啊！总是上帝的手，上帝安排，上帝的旨意是遐尼奇妙。摩押这个地，
竟然嘛拄着机遇。老米听见耶和华上帝管告菲律宾迄边的人，就是耶和华上帝的百姓，因决定搁要转去迄个所在。本来是因为无米粮通食，离开一个所在，去到本来无要去的所在，甲遐个人住10年。搁伫迄个所在，因为无互上帝搁引带转来到伊的故乡。伫即个过程，咱看见拿俄米伊甲伊的翁婿，甲伊的媳妇、伊的囝，伫摩押即块地顶面所发生的代志。什物代志呢？是哪会发生的代志？发生期间食袂着米粮，已经是一件无好的代志。结果，伊的翁婿伫即个时间，伫即个时期，即个10年中间，失去伊的性命。伊死咯，伊转去上帝遐。毋若安尼，伊的2个囝，上帝嘛调转去啊。剩伊一个查某人，甲2个媳妇，3个查某人伫遐。拿俄米伊其实是做怨叹伊的人生。伫即个时，若是咱拄着安尼的情形，敢会怨叹？敢会埋怨？敢会想讲上帝伫倒落？是安怎？离开家己的故乡已经遐尼凄惨啊，结果伫别人的土地顶面，我的翁、我的囝，拢总拢无啊，剩我一个。咱来想想，拿俄米有可能会想讲，甘愿你收去的是我。我的囝、我的翁婿拢已经无伫啊，我是活咧要创啥？伊心内的苦，啥人知影？啥物人会当明白？伊要对倒位去？咱若有完全读过路得记，咱就知影。规个故事，规个拿俄米头前一直感觉家己就是无受到上帝管顾。伊转去的时阵，伊本来熟悉伊的厝边，遐个亲情来找伊，甲伊讲话的时阵，伊犹原认为伊是困苦的人，是上帝无管顾的人，是上帝放袂记的人，是上帝无爱、无疼伊的人。伫安尼的过程，因为米粮伊搁要转去伊的所在，伊想着啥物咧？咱看见伊甲伊的媳妇安怎讲？我要转去啊！总是恁2个毋免甲我转去，毋是恁的故乡的所在。毋免亲像我共款过遐尼辛苦的日子。我知影无翁是啥物感觉，我知影失去翁婿的迄个心情是啥物，我知影恁2个人即摆困苦，所以我也无爱恁甲我同齐安尼，我嘛无爱恁成做一个感觉上帝无照顾恁的人。伊爱伊2个媳妇转去后头厝，定心搁价去超找因的幸福。咱看见拿俄米即个大家，伊的心是真慈的，是真爱的，是圣神甲伊斗阵的，是上帝甲伊斗阵的一个人。
因为伊毋是想讲我无红婿，我嘛是安尼过，恁两个做人的新妇的，嘛是的确爱甲我共款，同齐受苦。因为恁的苦我嘛知，我的苦恁嘛知，啊无咱着三个斗阵痛苦，安尼较有伴。咱有当时啊痛苦的时阵会想讲别人敢有安尼，若是有的时阵，咱的心会安那？有当时啊感觉足安慰呢。较袂去想着，亲像老咪安尼讲，无我家己来承受就好啊。因为我知影迄个苦，所以你毋好做安尼的代志，你毋免受苦，恁着留伫恁的故乡。这是老咪诚做一个大家伊的心情，亲像疼查某囝共款，为着因的幸福来安排。所以咱对遮嘛看见伊两个新妇安那，因两个哭讲毋嘛，你莫甲我赶，我要甲你斗阵去，你要去倒，阮就甲你去。本来因两个是安尼想的，对遮咱看见老咪诚做一个大家，好同时是安怎疼伊的新妇啊？是安怎伫即个时阵，因两个新妇既然无要放散，无要互伊的大家一个人转去故乡，因甘愿离开家己的故乡，甲伊斗阵去。做是老咪讲毋嘛，无好，安尼毋是好的代志。所以伫安尼三个人彼此相疼，互相为着对方来想，总是共款，嘛是爱做一个决定。乌尼巴选择继续留伫伊的故乡，无对伊的大家转去。做是路德无共，路德伊坚持，你毋通赶我。伊讲一句，咱袂生分，嘛感觉足勇敢，嘛感觉不可思议的一句话。伊安怎讲的？伊讲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的上帝是我的上帝，你的百姓也是我的百姓。你伫遐，我嘛要伫遐；你伫遮，我嘛要伫遮。除了死，无啥物会当甲咱两个拆分开。若是我放杀你，愿耶和华上帝加倍责罚我。这是啥物款的新妇，竟然讲出安尼的话来？咱想讲路德，这个新妇伊的心嘛是足善良的啊。伊竟然选择伊的大家的上帝，选择要甲伊同受苦，去伊无熟悉的所在，佮用这个耶和华上帝的名来咒诅、咒詛我若放杀你，愿耶和华上帝来责罚我。咱会当看见，对这个头前因的互动，生活的过程，敢若上帝无出现，伫老咪的心，上帝无眷顾伊的生活，伊的人生，互伊发生安尼伊无法度接受的代志。做是伊的信仰，竟然互伊的新妇诚做家己的信仰，讲出迄个咒诅的话：我若放杀你，愿耶和华上帝加倍来责罚我。咱看见这两个，亲像母仔囝共款，
比母仔囝搁较亲。母仔囝搁有血缘，有血缘会成做一个袂放肆的原因，总是因两个毋是啊。迄个感情是对倒来，对生活的信心，对生活的疼，对生活中间的行动来感受，来接受。伫到遮，咱看见，敢若上帝拢无甲因斗阵，其实上帝甲因斗阵啊。Naomi 看起来敢若一直伫怨叹上帝，总是伊的上帝的慈悲、上帝的疼、上帝的公义，刻伫路顶的心肝头，伫伊的性命中间，伊甲伊的大家同齐，转去大家的所在，伊的故乡，也就是伊翁婿的故乡，别离乡。当啥物拢无的时，咱大声会去想着，即个代志哪会发生伫我身上？上帝哪会允准即种代志临到我？上帝，你敢有听到我的祈祷？你敢有真正甲我伫地？你敢有看见我的苦？你敢真正有疼我？当啥物拢无的时阵，的确是安尼心情。当啥物拢无的时，爱做一个决定。啥物决定呢？我搁要跟缀即个上帝无？我要继续互即个上帝伫我的生活中间来出现、来掌管。我搁要继续敬畏伊吗？我搁要继续相信伊吗？我要继续遵照伊的旨意来行吗？做一个决定。这个决定毋若是咱面对着啥物拢无的时爱去做。别人看到咱啥物拢无的时阵，因嘛爱做一个决定。你本来一直伫讲的迄个上帝，互你发生安尼的代志的时阵，你甲即个上帝关系咧？当别人看见即个过程的时阵，因嘛爱做一个决定，因要相信即个上帝无？因要接受你本来伫讲的上帝拢照顾我的迄个上帝。是啥物？啥物原因，互你的上帝拄着困苦的时，你竟然会当搁决定要继续跟缀你的上帝？Naomi就是怨叹、埋怨上帝，幽怨敬畏上帝。你幽怨听见上帝眷顾本来伊故乡的人，伊搁要转去迄个所在，超吹上帝眷顾、上帝照顾、上帝赐福。伊毋是留伫无爱的所在讲，反正上帝就是要我死啊！无是安怎？10年前带我到遮来，结果我的翁婿死啊，我的囝嘛死啊，我是困苦到即个程度，即马遮搁无通食，啊无我着留伫遮死好啊！反正拢是死嘛，我活咧要创啥？上帝就拢无爱甲我斗阵啊！我是搁要活咧创啥咧？Naomi毋是安尼想呢，伊搁幽怨相信上帝眷顾，伊要转去上帝有眷顾的所在，伊要转去伊本来的故乡，超吹亲近上帝的赐福。一个大家，一个媳妇，两个人就安尼转去故乡。伊啥物拢无的时，因两个所表现出来的行动是上帝一直甲因斗阵，努力伫伊的大家的生活、行为、讲的话中间看见上帝重要。
看见上帝真正是上帝，看见上帝是祝福的上帝，上帝是会当接受埋怨，搁继续超找伊的祝福的上帝。后壁咱就知影是安怎发展，路得安尼会选择决定直到后壁待命出世。耶稣基督的祖先，上帝拣选，上帝互咱面对啥物拢无的时，诚做一个考验，诚做一个检查，诚做一个考试。你还阁要群对无？你敢有明白你所群对的是？我是你的上帝。嘛，伫检查过去伫相信的过程中间，伫边仔的人敢有看见上帝真正是你的上帝？看见你的行为是毋是有活出一个上帝囝儿的行为，上帝囝儿的人生？咱看见拿俄米即马感觉困苦，之前伊敢拢无感恩吗？伊拢无感谢，伊拢无学乐吗？的确是一定有诶。环境好诶时阵，感谢上帝，学乐上帝，甲会轻松。本来就是安尼，因为甲会感动。总是啥物拢无诶时咧，敢阁会当感谢，阁会当感恩，是毋是阁会当互人看见上帝甲咱斗阵？亲爱兄姐，当我后带你问讲，你住伫即马住诶所在有超过10年无？你诶厝边，敢有看见你诶上帝是啥物款诶上帝？你诶人生，你诶生活，敢有拄着啥物拢无诶时？敢有拄着困苦诶时？迄当阵甲你斗阵诶遐个人，即马咧，因敢有继续会记你是上帝囝儿？你是一个伫困境中间悠远的喊喊上帝的名的基督徒？因敢会因为咱的困苦，因为咱所拄着的代志，因为甲咱斗阵大，因就知影，这个上帝是慈悲的上帝，这个上帝是眷顾人的上帝，这个上帝是伫人啥物拢无的时，悠远阁会去超找伊，求伊祝福，求伊照顾的上帝。这个毋若信心、信仰，毋若是伫心肝头啊，还阁伫生活的时阵，伫讲话、伫行动表现出来，别人才看会着。雅各书内面伫讲，身躯若是无灵魂，就是死的；信心若是无行动，也是死的。咱的信仰，咱的信心，敢有透过咱的行动，互别人知影，这个上帝是值得尊敬的上帝。这个上帝的确真正是救咱的上帝，是咱的救恩。这个上帝的确是一个好又搁好，互人真正有平安，知影安怎做才是正确的，行伫正确的路的上帝。若是咱会当活甲亲像拿俄米，亲像路得安尼，咱就会看见上帝嘛共款有准备，亲像波阿斯安尼的人，互咱会当真做上帝的采用，真做上帝救赎计划内面一份子，一个人，一个环节。
上帝的救赎毋是停伫2000年前，耶稣若还袂过来，就是2000年。这个救赎的计划，上帝救赎的旨意就一直拢伫个。上帝伊的救恩，上帝的同在，都伫人类生活、人生的中间，一直拢甲人斗阵。咱今仔日伫遮听上帝的话嘛，来检查咱的人生有啥物拢无的事吗？啥物拢无的事，咱是安怎想咱甲上帝的关系？咱嘛来反省，咱看见咱的兄弟姊妹啥物拢无的事，咱安怎来对待伊？是鼓励因，还是亲像波阿斯共款，伸出伊的手来帮衬，做应当做的代志，行公义的代志，行正确的路，无互人得到艰苦的中间继续艰苦，嘛无正义的边缘。这个故事敢若是亲像别人的故事，总是这个故事嘛会当亲像咱的故事。啥物拢无是生活，啥物拢无，也是心肝头内面啥物拢无。有一本册咱拢知影，穷的只剩下钱。咱拢啊那公生就讲，那我宁愿穷的只剩下钱，因为有钱万事足。总是迄个是你讲啥物咧？你敢真正要省甲剩钱尔，剩的拢无，人看你啥物拢无。有当时啊，咱咧讲一个人，伊只有钱，伊无疼心，伊只有钱，伊对人无好，伊只有钱，伊拢欺负别人，伊只有钱，讲话拢介大声，伊只有钱，伊都甲伊的钱斗阵死好。有当时啊，咱伫咱的生活中间看到别人有钱的时阵，咱就看伊的人格，看伊的行为，看伊的生活，来判断这个人有钱，有迄个价值。别人伫看咱，嘛是共款安尼伫看，毋是看咱的身份。有做大官无，毋是看咱有偌济钱，毋是看咱穿啥物衫，毋是看咱出入啥物所在，是看咱甲因斗阵的时阵，咱的嘴所讲的话，敢有上帝？是看咱的行动的中间，敢有上帝？因为无啥物身份比上帝的囝儿这个身份，搁较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平平是人，平平遐尼济宗教，当大家所有的神拢排做伙的时阵，对一个较高。这是人的眼光，总是咱敢无安尼伫看咱家己，甲看别人吗？咱伫信上帝的时阵，其实嘛是安尼伫比较啊。咱的上帝比你的迄个神搁较高，所以你就爱来信阮的上帝。总是咱的上帝，若是伫咱的生活、伫咱的喙、伫咱的行动所讲出来，真做互别人认为这个上帝嘛无啥物，这个上帝其实嘛毋是一个好的上帝。信迄个上帝嘛，犹原共款做歹，犹原一支喙。胡溜溜，犹原一支喙，四界去骂人；犹原一支喙，四界去批评别人，讲的拢是无好的话，想的拢是无好的想法。这个人其实信上帝，甲无信上帝共款。若是安尼，是上帝的名声、上帝的身份、上帝的尊贵，伫上帝的囝儿
生活内面受到伤害。总是上帝永远是上帝，伊的确是有伊的方法，互别人知影伊毋是安尼的上帝。总是咱来想，咱若是真做安尼的上帝的囝儿的时阵，咱一方面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一方面搁拍歹伊的名声，咱是啥物款的囝儿？咱的囝儿若是安尼来对待咱，咱的心情是啥物咧？体会上帝的心，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。若是要行出耶稣伊的行动，嘛是爱去体贴耶稣基督遵照上帝的旨意伫行的迄个体贴甲顺服。真做一个囝儿的本分是啥物？我的阿爸对我好，伊是我的阿爸；我的阿爸对我无好，伊永远是我的阿爸。我的阿爸有钱，伊是我的阿爸；我的阿爸无钱，互我的时阵，伊永远是我的阿爸，因为我的性命对伊来。这个是咱甲上帝的关系，咱甲上帝的关系袂当拆离开，就是咱源头离开伊。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伊永远欢喜随时你搁转来伊的身躯边，求伊赦免，求伊原谅，求伊赐福，求伊甲你斗阵。这个是咱甲上帝的关系，这个毋若是宗教，这个是信心。最后，我要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。嘛真做，咱伫读圣经的时，领受上帝话的时，所听到的，对上帝遐来劝勉。透过传福音的人，透过平平对上帝遐得到恩典的，知影要安怎行的人劝勉。阮甲主同着我的也劝恁，毋通空空受上帝的恩，因为上帝讲，伫通受接纳的时，我有听你；伫拯救的日，我有帮助你。着听，即阵是受接纳的日，今仔日是拯救的日。为着阮所承受的即份，免受着别人的指责。阮无阻碍别人免得阮所做互人嫌，反倒转来爱用上大的耐心，凡事通过患难、艰苦、困苦，表示阮是上帝的采用。就用纯洁、知识、宽容、仁慈、瓦苦、信实，用无假的听，来传真理的信息，甲上帝的大气来，用公义伫咱的身躯边。无论是受到尊重的时，也是受到侮辱的时，无论是得到好的名声，嘛得到歹的名声。当别人看咱是骗笑的人的时，其实咱是真做伫上帝面头前讲实话的人。亲像人拢毋捌咱，毋知
咱总是其实侪人拢知，亲像已经死去，其实还阁伫活。虽然亲像受着责罚，其实无抵到死。虽然拄着忧伤、烦恼，不时要欢喜，常常快乐。虽然散赤送香，总是嘛是互真侪人讨厌，亲像无半项，其实是拢总拢有。咱同齐压头来祈祷。主，你的死，互世人看起来敢若是失败，总是迄个是成功。当阮当坐道要领受你所设立的圣餐时，阮想着你的失败是世间人看到的失败，看起来是啥物拢无咯。伫上帝竟然是完全的救赎，是拢总的有。对遮，阮知影，阮的性命伫别人来看嘛，敢若是安尼。阮要伫你的面头前领受你的恩典，遵照上帝旨意，要活出一个性命，是看起来敢若啥物拢无，啥物拢受委屈，啥物拢失败，总是赢的是你的救赎，是别人的性命，是上帝的欢喜。愿圣神互阮有气力，常常提醒阮今仔日所听到的。当啥物拢无的时，到啥物地步做啥物决定；当啥物拢无的时，犹原会当欢喜、懊恼、感谢你甲阮伫咧。阮同心安尼祈祷，是互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即是咱同齐来念圣诗。圣诗356首。圣诗356首，咱坐咧念第1节到第2节。Sa
道的名，欢迎囡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三甲守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囡仔拄着重担，着我的就救我，我要互你得着安息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你同在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即时咱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来受，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，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，来爬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捧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囡仔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一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，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同齐来感谢上帝。主上帝，愿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席，嘛纪念你永远的祭祀。愿权谦卑求圣神来圣别阮，嘛圣别摆列伫你面头前的饼甲杯，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贵。对着你稳定的帮赞，通成做培养、成长伫你的稳定中，荣耀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你拍破的，你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请张长老、余长老来服侍。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所拍破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请咱同齐来领受。
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。去若啉的时，你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请刘长老甲副长老来学师。这个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的血来设立的。你若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请三角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就纪念主的死。一直到伊过来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你伫地。咱同齐压头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，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赏赐性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遐极大的疼，互阮会通领受你的圣餐，做阮灵魂的美女，互阮明白你欢喜阮，你疼惜阮，互阮知影，阮真正是圣鼎身躯的一部分。阮是受祝福的信徒，是你的囝儿，是你永远上帝国的后裔。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，互阮诚做亲像耶稣基督共款，献出阮的性命来遵照你的旨意，互你的旨意来得到欢喜完全的你的囝儿。愿同心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咱同齐继续来吟诗，圣诗356首第4节。主
接上帝的话，咱来念圣诗第504首。圣诗504首，心内善者有大福气，心内善者有大福气，有分天国尊贵。忧伤的人有大福气，上帝甲因安慰。请大家起立来念。咱来奉献，请唱的指示甲玉姐指示来说。
面我来报告，请大家先开周报。报告事项，第一项，今日是圣餐主日，咱感谢上帝拣选咱受主耶稣救赎的恩典，甘心坐倒来领受主的教示，愿咱发挥光盐的作用来亲像主。第二，咱后礼拜是台湾新学院奉献的主日，请兄弟同齐来关心代祷甲奉献。第三项，咱礼拜后，咱请咱的总职同工来老婆来整理咱超过7年的小册甲旧的相片，遮个历史的资料。第四项，11月21日，礼拜日是咱的感恩节的礼拜，请有意愿来讲见证的兄弟，甲牧师来联络。第五项，11月27日拜六，咱的纪录团体来。要来布置咱圣诞节会堂，请兄弟来欢迎做伙来参与。第六项，12月25日拜六，咱的圣诞的爱宴，咱举办1块1菜。爱宴后，咱的暗会，咱会有教会的历史的影片的回顾，邀请兄弟咱做伙参与来提供活动的节目，像是献诗也是演奏等等。第7项，咱教会订购2022年的月历，要送互大家的会友。即摆已经放伫招待处遐，咱请大家家己来领。愿主赐福2022年，大家平安，祝运满满。第8项，咱拜五的查经祈祷会，即摆读经的进度，咱是咧查考真言。咱注重是兄弟分享甲祈祷，请兄弟会当来做伙来记着咱的性命，欢喜来邀请有需要祈祷的朋友做伙来参加。第9项，即摆目前全国疫情对12月初2到15，全国还是维持2级的警戒，室内会当无限制人数，咱的座位嘛会使，大家会使坐较晏无要紧。即摆只是咱进入礼拜堂的部分，咱还是爱做迄个实名制的登录，还爱量体温，手爱用酒精消毒，挂喙安。咱即摆来看咱周报的各间的聚会活动。咱主日的礼拜是上午的10点，咱上午的8点主日上午8点45分有圣歌队的练习。咱的拜四有姊妹的查经分享会，伫上午的10点；拜五有查经祈祷会，伫暗时的7点半。咱来看本周的圣工的事项，咱的领唱是林长乐，司琴是谢文杰，主献是小妹执事甲玉洁执事，交代是很庄兄，唱会是林长乐，清扫是按平姐。咱今日林长乐有特别为咱准备爱餐，咱也请咱大家等下礼拜结束了，咱做伙来享用。下周的讲道是陈铁良牧师，司会是小妹执事，司琴是谢文杰，领唱是吴勇兄，主献是玉洁执事甲我本人，交代是按平姐，唱会是小妹执事，清扫是刘兰姐，咱后礼拜爱餐奖接片。咱读经的经节甲迄个查经祈祷会的经节，咱大家家己来看。迄个奉献的部分，领袖奉献的部分，也请咱大家家己来看。有出入天堂的，咱较咱的出力，就是会家来提出捐赠。咱即摆来看周报第3页，本周的金句。本周的金句，我用台语汉语版读一摆，咱等下做伙用台语汉语版读2摆，用华语版读一摆。恁着学了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恁着学了耶和华，诗篇146篇61节。咱做伙来读。恁着学了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恁着学了耶和华，诗篇146篇61节。恁着学了耶和华。
甲顾全部在咱教务处。毋是新的来宾啦。好，新的新的姊妹来曾佩玲吼，来咱是咱七星中会的囡仔，是学生，是对东山教会，冬天的冬，宜兰遐回来，即摆应该是住伫这附近，吼。好，欢迎你啊！毋茫逐礼拜看到你。咱同齐看周报内面一个教界的消息，嘛是大多数项内面的第五项。这个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，这个就是同性婚姻的，即马就是因为这个条例，教会有面对着这个挑战，所以咱同齐为着这个挑战，特别来祈祷。教界消息，迄是总会信用教济委员会发出来的公文啦，吼，就是爱爱尊重。尊重接纳，上帝救赎是伫世间所有的人，咱会当伫这个过程中间来超找上帝的旨意，嘛，恳求圣神引带咱的教会，知影要安怎面对这个挑战。若是上帝甲伊的囝儿是伫这个境况内面的人带到咱的教会。咱要安怎来面对？咱毋知影上帝安尼做无，总是咱爱伫上帝面头前准备好，不管是就爱准备好来传福音，来彼此接纳甲尊重，属伫上帝所创造的生命。咱同齐进入公道的时间。同齐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。愿你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成，伫这日亲像伫天里，愿
第399首，愿上主大恩来，愿上主大恩来，应点你心内。主的疼每时刻，甲你永同在。愿主延光遍照你，愿慈悲款待你。主圣神保守你，对即时到永世代。咱大家起立来念，天赐大请牧师来接导。愿上主大恩来，应点你心内。主的疼每时刻，甲你永同在。我主愿永遍照你，愿主必款待你。主谢谢保守你，最是到永世代。我上主大恩来，应点你心内。主的疼每时刻，甲你永同在。我主愿永遍照你，愿主必款待你。主谢谢保守你，对即时到永世代。愿上帝会疼他，圣神保惠师会提醒，做恁的快乐，互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传伫众人中间，透过恁，互恁的行为成做上帝赏赐互恁的冠冕，永世代无煞。